是讲像童话样的。Yeah, like a fairy tale。这让我有点想到像什么？移动城堡，多奇的移迹。动城堡，对对对，你看过吗？有枪有枪，我们来拍照。好啊。干了干了。来哦，3，有看到房子吗？有啊。 2、1，走吧，我们去逛逛。 OK。哇 Christina， ，It looks like houses from a fairy tale。以像童话故事里头嘅屋嘅，嗯，我就是童话故事里头嘅房子。你過去呢邊看啊？好啊。呀，喝咖啡。買咖啡嘅。 After you。 OK，像童話故事里頭嘅屋嘅。你看這邊，好多他自己的插画，好特別的設計哦。哎，這個以前是教堂嗎 Really？ ？Yeah, because they only have this type of window in churches。高筒咁樣要按呢設計啊，這種玻璃。我覺得啦，而且這個感覺一直都在，因為它有點舊舊的。哦，重新給它漆過的感覺。你貼什麼？好酷哦！雷夢很藍藍的，底部都有雷夢令狗港美，很消暑吧？你聞我的。哦，好香哎！我們來這邊，它人氣這麼旺，然後這麼多人，我們要怎麼辦？宣傳。宣傳 Yeah。 來呀，見滿意，我輪麥夜市。哦 The night market。 OK。 Yeah。 night market， 但是只有這樣宣傳夠嗎？梗係就看啦，用七步嘅方式，睇下我來看到人自己買東 Live 西。 streaming。 Yeah。Really？ 直播。It looks like houses from a fairy tale。啲像童話故事地度嘅屋嘅色彩，就像我係公主樣嘅。哎呀，你想太多了。誒。